民进党的立委涉嫌诈领助理费，民进党的党主席赖清德就下令规定，党内袂使请配偶或者是3等亲以内血亲、姻亲来做公费的助理。不过，党内嘛有人认为讲，因为这个案就发布禁令，有影是头壳大新。最近真正传出民意代表牵连助理费相关的案件，前日点监做民进党主席的总统赖清德二日下令，民代助理团队比照公务人员任用法，袂当任用配偶甲3等亲以内的血亲甲姻亲。像这样的一种利益回避的一个精神呢，应该也可以入法。如果把它法制化的话，让这些公职呢能够有所遵循，避免一些民代来触犯法律。助理费有问题的是，他找他的3亲的不做事，然后把钱领走，当做人头费，要就统一规范，好不好？统一规范我也赞成。不过，民进党内部嘛有其他的声音。新北市议员林炳佑认为讲，因为有少数的人牵连助理费的案件，涉案的人如果是因厝内的人，就禁止任用3等亲做助理，这逻辑伤过勉强。并且牵手做助理的国民党台北市议员尤士道认为讲，助理的工课真辛苦，民代生活清财无用甲3乌4案，要找助理或者是司机是真恶。敢来当请厝内的人斗3工，本末倒置啦，应该是去禁止这个党内的公职去贪小便宜，去冒领国家的薪水。真的要盗领的话，不是亲疏远近，也不是什么老婆太太3等亲这种问题。现在有一些犯到助理案的人他的确有一些参与者是亲属，但是这并不代表助理费的这个案件的原因是在亲属身上，这是逻辑性的问题。最近台北市议员陈怡君甲立委林岱华小连续逼出助理费的争议，全国地方政府议长联谊会2时嘛提案，请中央修法，希望无入去私人落地的助理费会当放任使用的范围，比较过去国务机要费修法拄做法，互现有的争议会当解套。公视新闻台北报道。